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南浪海灣嘅一個單位。單位用咗淺木色同白色做主色調。客廳旁邊會有一個高身收納櫃，主要用途收納雪櫃同埋做裝飾品嘅收納空間。餐台建議用白色同埋用木色，整體嘅色調會比較融合。而門方面，我哋採用咗暗門設計。電視機我哋採用咗懸浮設計，背板方面我哋用咗雲石灰網紋，增加整體嘅藝術感。梳化背我哋採用咗灰藍色嘅牆身，灰藍色嘅牆身可以令到整體氣氛變得柔和。另外一個作用就係作為分區嘅作用，可以分開客飯廳區域同埋休息區。廚房我哋係開放式嘅廚房設計。可以見到我哋用咗花線嘅門板做點綴，同埋灰色配白色，呢種顏色嘅配搭可以令到空間感大增，減少壓迫感。廁所方面，除咗乾濕分離之外，我哋今次設計仲做咗一個日式嘅浸缸，等客人可以平時可以休息下。瓷磚方面都係採用咗木色為主色調，整體營造一個日式風呂嘅感覺。書房方面，我哋仲特登做咗一個窗台嘅設計，包咗木嘅畫框，再放軟包，多一個休息區。書台嘅中間，我哋做咗藍色嘅條紙，減少空間嘅壓迫感。書台背嘅衣櫃，我哋採用咗清鏡做一個反射，令到空間感大增。主人房床背，我哋採用咗歐陸式嘅設計，做咗一啲花線嘅畫框。仲有軟包嘅設計同埋三邊落床嘅設計，令到整體感覺空間感大增。床尾我哋會見到有特色牆同條紙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設計，不妨 like 同 share 啦，多謝晒。